美食，世界有名，世界有名。告诉你，在通化街夜市里面就有很好吃的日本料理哦。介绍给人家吃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说这一句话，然后呢，亚健店动有名，亚健店动有名，亚健店动有名。这间店很有名，赶快吃生鱼片喽！亚健店动有名。来，这家站的啦。哇，这间蠢堂餐厅感觉好有特色，好温馨哦，是日本料理耶。不知道会不会很贵啊？它的咖丝价钱很广东合理哦，不用担心。我刚看这家店的名字啊，这家店是不是董有名很有名啊？你内行，猛冲，没错。亚健店董有名这间店很有名哦，像实在好味道啊，很多节目都有来采访，你放心。而且啊，来过的人呢都算称赞这里的东西很好吃。哦，难怪哦，我肚子饿啦，搞点餐啊。那老板，我总共要呢2份3沙西米生鱼片，还要2碗 Q 夫蜜姜红豆腐味噌汤。好，马上来。谢谢。好吃，好吃，哎，好吃嘛，好不好吃？好，有吃饱吗？有没有吃饱？有，安排好了来吗？下次还要来吗？要，你请客好不好？好，耶！哈哈哈哈哈！复习时间，日本料理，日本料理，日本料理，价钱，加丝，合理，广东。这家店很有名，亚健店董有名，亚健店董有名。称赞，说，饱，行真嘢客家 V&B，本人睇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